娘，恐龙去扶你，一下你好。该探行多嘞，几条毛死。你下何处？都在太路地背度，错龙诶，等待判决了。哈，哎，姨娘，你做乜嘢？当然是去太路，他弄记呀，你做唔得去啊！为何做唔得去？为嘛解？佢条身险危险，夫人也有可能走散入破，两人的默契。你係人錯用茶，拖過去嘅，所以嘅世家老師冇在草架名冊當中啊。不過啊，你唔好忘記，你係個同時逃犯呢，嗰卡係啊，奉天愛做嘅犯人啊，夫人啊，你俩一起啊，不就係自投羅網嗎？可嘆恐龍啊！少爷公子，请下兄弟，爱条行的空气啊！我讲也是牺牲的意思。错，哎呀，你不要少爷死，少爷我父亲的人，这个是我亲爱，这个。我哪里来？结果，爸爸，空空，俺是黑盖普通人。感情，有爱普通该经历，有爱普通该有义。我做父母是爱神，爱对爸爸有。有点阿爸的语言，娘的语言，我比我牛孩啊，牛孩，你家属的剑嘛？上出世界，个人意思，就是好好的生活下去。
看，你的来出世了，最近安远，这就按都定吧，定就你上，定有三九，可是你我见。娘子啊，难为妻哟。空了，难为父，妹妹难为cha，因为爱救你，今日怎么连累都空噶？唔係啦，吵架嘅事情，我都想要當清楚。我嘅個性，遲早都要莫是有這種衝突，唔係會講嘅。我也相同咯，就是個人嘅個性，唔係愛用氣，狂噶，老母噶。天上最富，地最貴，做萬也愛對上嘅，同向正氣，天中生活，牽一髮一拖，放係福壽。福氣豐收福，呢個唔係人歸來危險妹妹又看苦，也唔愛見面啊！可是個唔係因為啲嘅妹妹是多數，你。也唔會做成善多事，你上了路，個聲音呢，就話聽你愛你強下事，我不相信，自己老嫌棄。竟然有妒忌，我還係冇辦法看到眼開。為保啲，我可以犧牲性命，不過數年以來，必先殺人人，一切後發。如今叫生人，係當夫之己啊！我人生希望當叫嘅旨意，神仙萬般折磨到來嘅旨意，今日當出世嘅旨意，讓人多衣服。你講得有理呀，妹妹，係見每一個聖地，心在痛，也愛着你，好可惜。
手一出啊，我归心啊，这是多情终生渐那妹妹的世界，黯然相爱，妹妹生子，风来永远，没想到，最后还能爱亲生子。妹妹永远。嘿，你去干唔表？你按你操控我的时间，很你造反出去，怎么没做到去？真是谋财我安排的苦心。你，骗你也话唔讲，全部就骗你，所事爱，现今物嘅蒙太人，系炒了空家，害我冇拿到钱，想到我心啊都，我嘅十万两啊！兄弟，社会咧搞出来，我会得死你！什么东西？以为现在当俺地铺啊？你出生就是一个人，为嘛该你当枪投台去暗破？爱这么十年寒窗，为嘛该你发一声，看看你，看见的为到求生存在这人，冇相干啊，因为啊，你的人给生意。刚出生，马上就把钱数出来，搞出来。生意的无咧，我嘅字无咧，我牺牲一切所得到嘅生意的无咧，我乜嘅就无咧。靠！谁爱黑钱的？准你。你啊，空间少你真几好事，但送你一扎先下去。哼，哼，对啊。你别讲我。其实每个人都会做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，大致青春饭堂，来如何意义？姑父，
力彰显你自己身体想要做的事情。俺是为主人挺受人，是为了兄弟强下太的苦事。对面对来，我是佢爱的是生命和流浪。你家嘅仔，佢用咩对你嘅？家仔，总的啊，你条get走，要不俺去处理。get走，get走，get走，总得停下来，get走，总得停下来啊，get走啊！还出来，总是想过还是干大事。不过，小人这件事，我用办冲的。珍惜宝贵的时间，来占有盼望，用血布置，跌落边光的舞蹈，那么对你以后，已经做到我祈求的头数，看看。甲上次迄个相片，我应该将伊保起来。铁子，可能
背景勇气，你去好了，来叫被忘记的，不好听，来吧，不错。来给你，以后已经